好，我裁判通常伊安尼，我会甲伊摇来边啊，互因，你看爱甲摇来，来，摇来，这只我的，嘿，这只我啊，的，这只伊的，这只我的，这只我的，摇来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你莫惊啦，你赢你就有女朋友啊，你想哦，加油！这只我，这只我，嘿，都起来，象牙。因哪是咧烧我烧酒？因哪咧烧酒？哎，这真啊，到尾唔知倒一只对只这个咧。说我讲的是真的，吼。对，是安尼象牙哈，拢我袂通常安尼个袂输啊，袂输呀，啊袂输，搁咧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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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这只伊较短咧，顶管这只是像，应该是我的哦。来，好，咱来分开看。哦，你帮我裁判像呀，像哦，搁咧打，搁咧打。哎呦，搁咧打，哎呦。我休困。这只它当然是劲，其实伊是伤大只，所以伊重量是 OK， 所以伊是重心不稳。系啊，所以咱咧看选手，其实咱咧看，咱会用猫手用腰，伊迄个姿势爱足低，拍啊足低，表示伊的赢面会较大。所以你看伊较硬，其实对来讲是不利的。